大家好，歡迎嚟到 NFA Centre 油價嘅可能走向。如果大家中意呢類型嘅影片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可以俾個 like 呢條影片啦。同時都可以上 NFA.Centre 睇更加多嘅內容嘅。咁我哋都有個嘅免費嘅 Telegram Channel 啦。咁都定期去更新成個市場嘅概況啦。原本我哋喺 Thread 上面咧都有定期更新啦。咁但係嚟緊我哋都應該會暫停喺 Thread 上面去更新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繼續去訂閱嘅話，都可以上我哋 website join 我哋嘅 Telegram Channel 嘅。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立即開始啦。由我哋創立頻道3月到而家啦，即係講緊都係一季啦。咁其實我哋都已經係咁講咧，話我哋油價咧始終都仲係喺一個牛市嘅情況。油價喺一個牛市嘅情況，咁事實上我哋都見到咧，由我哋講緊即係12月呢個低位開始咧。由呢個低位開始，我哋油價就算我哋而家翻返去86蚊啦，其實咧都已經係照升咗55% 㗎啦。OK，我哋當然由高位，其實我哋跌咗唔少嘅，即係由高位落去，即係因為即係可能大家會話係打仗嘅原因啦，跌咗30%啦。但係照而家我哋照升咗55%，咁所以你唔可以話你而家即係可能睇啲新聞講緊某啲戰爭已經搞掂啦，咁就等於油價係咪嗰個牛市就結束呢？等於油價就會大幅回落呢？咁喺我哋呢個 channel 咧，我哋就唔會將呢一啲嘅新聞咧當做係一個即係一個指標嘅，但係我哋會即係當然我哋會話地緣政治唔穩定，會令到可能我哋會有多少少嘅波動啦。但係咧，我哋就咁淨係睇數據，唔理成個戰爭行為咧，其實我哋都會見到油價咧嘅端倪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我哋會睇到油價係一個牛市咧，係有3個原因嘅，係有3個原因嘅。咁首先第一個就係我哋講緊油價咧，通常喺標普500指數見頂之後先至會見頂嘅，即係標普500指數見頂先，之後先至到油價嘅。我哋試下將成個標普500指數 overlay 落去啦，我哋會見到咧，例如話08年啦，標普500指數喺07年嘅9月見咗頂，但係油價喺之後幾耐先至見頂呢？喺1年之後基本上都差唔多315日喺09年，係咪09年？都係08年嘅7月先至見頂。OK， 即係由07年嘅頂 ，OK， 即係呢個標普500指數嘅頂，去到08年7月 ，OK， 油價先至見頂。除咗08年之外，我哋睇下21年啦，即係我哋喺加息之前啦，即係無限印錢之後啦，即係2020年 Covid 無限印錢之後，我哋見到標普500指數嘅頂喺21年嘅12月，咁油價個頂咧最少過咗一季 ，OK， 過咗一季 ，OK， 或者你可以話第二個啦，第二個有個頂咧，都係100零日之後先至會見頂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即係無論係點樣，即係無論係隔幾耐咧，即係可能隔少少時間都好，定隔可能半年、1年時間都好啦。我哋通常都會見到咧，指數會見頂先，之後先至到油價嘅。咁當然，因為油價上升會引領通脹上升，通脹上升令到大家唔再想買嘢，最後令到成個供應需求鏈斷咗，咁就令到一個 recession 一個衰退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係嗰個理論。咁所以我哋點解就話，即係當標普500指數，我哋啱啱上兩，雖然話呢個禮拜跌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2個禮拜前 ，OK， 因為1個禮拜前，其實我哋標普500指數都仲係一個頂嚟嘅。咁所以即係基本上每日都即係每個禮拜都創緊新高啦，之前都。咁所以我就會懷疑油價應該係未見頂啦 ，OK， 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就係標普500指數或者一啲指數會頂先，之後先至到油價。第二個原因就係咧，如果我哋睇翻成個嗰個嘅周期啦，每一次油價下跌咧，每一次油價長時間下跌咧，之後咧，原來過咗100零日之後咧，
我哋會見到個油價跌完之後個底啦，咁然之後過咗100零日之後佢會升翻啦，然之後過咗100零日之後咧，佢就會掂翻個 trend line 嘅，即係會有一個 higher low 更高嘅低點啦。即係例如話我哋去翻08年啦，咁啊08年咧就係講緊我哋嗰個嘅金融海嘯啦，我哋有個底喺呢度啦，咁之後咧見咗底之後咧，油價過咗一段時間之後落翻嚟有個 higher low，OK，有個更高嘅低點啦。咁呢段時間係有幾長咧？咁我哋由呢一個低點畫到去更高嘅低點咧，係175日到182日度啦。OK，170到182日。OK，咁我哋會見到由個低點上咗幾多？我哋睇下一齊。由33蚊上咗，上咗一倍，116蚊，116%。sorry。咁然之後上咗去，然之後回調。OK， 上咗一倍之後回調咗幾多咧 ？OK， 回調咗都20%啦。咁你會見到100零日之後回調，掂一掂呢條橙色線，橙色線就係20週移動平均線啦 ，20 week SMA 啦。我哋講過好多次啊，呢條線係一個好重要嘅牛市嘅支撐啦。咁呢個係第一個，然之後咧掂完之後 keep 住都係上，又掂下條線上，又掂下條線繼續上。OK， 最後你會見到成個 trend line 09年咧係升到去11年先至升完嘅。咁所以我哋見到成個油價嘅牛市係相對上呢個係長啦。咁但係我哋都最重要係見到呢個100零日之後會有個 higher low，OK， 更加高嘅低點。下一個我哋睇完08年啦，我哋睇18年啦。18年我哋見到18年咧10月咧開始跌咗，連續跌咗幾個月啦，跌得好誇張啦。OK， 由一個嘅70零蚊跌到落40零蚊，咁 OK 都跌咗差唔多40%啦。OK， 咁呢個長期嘅跌市 ，OK， 一個應該話幾個月嘅跌市，然之後佢又上翻去啦，然之後掂一掂條 trend line 啦，上緊去啦，掂一掂 trend line 啦。咁我哋會見到啲乜嘢咧？就係如果有呢個18年嘅12月啦，去一個更加高嘅低點，係182日嘅 ，OK， 即係大概都係170到190日，我哋會見到一個更加高嘅低點。OK， 就算我哋攞16年啦，16年嚟睇 ，OK 呢個啱啱18、19年啦，我哋睇16年，16年咧你見到長期趨勢向下，然之後咧轉換趨勢咯，向翻上。之後再掂一掂一個 higher low，OK， 有一個更加高嘅低點。咁呢個紅色線掂一掂呢條 higher low 175日 ，OK， 175日。之後我哋又睇啦，2020年我哋 COVID 啦，好大件事啦。OK， 油價跌到0啦嗰陣，咁我哋用呢條等到0嘅呢條線啦。咁你去翻一個 higher low，OK， 有0，基本上有0，上翻去30幾蚊，我哋又度下有幾日啦 ，OK， 有呢條線去到一個更加高嘅低點196日，記唔記到嗰個嘅趨勢咧？即係由08年開始一個低點，上翻一個更加高嘅低點 ，OK， 已經係更加高噶啦，已經 OK， 170幾日、170幾日、180幾日、190幾日 ，OK。咁喺2022年開始，我哋嘅油價長期都係向下啦，係咪？咁我哋就由呢個低點開始數咯噃。OK， 最低嘅低點咧，我哋大概喺25年嘅12月啦。咁去到今日175日。咁所以你會見到個 pattern 就係一個更加高嘅低點，大概喺7到190日度會發生，但係呢幾次最後嗰個結果係咩咧？基本上除咗18年嗰個冇再創新高之外咧，其實另外幾個咧都係繼續創緊新高嘅，而且嗰個 bull market 咧，嗰個牛市亦都係非常之長時間啦，即係超過差唔多2年啦。咁我就會懷疑
OK， 今次會唔會走翻一個同樣嘅路呢？就係過咗大概170幾甚至190幾日，掂一掂呢條20週移動平均線橙色 20-week SMA 嘅 trend line 之後，油價又會繼續上翻上去呢？呢個係第二個原因，我會覺得牛市啦，即係呢個油價。第三個原因啦，就係咧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次噶啦，就係將油價除以 M2， 將油價除以成個貨幣供應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即係當一個長期 trend line 向下 ，OK， 長期 trend line 向下，呢個又係20年長期 trend line 向下之後，除以成個貨幣供應啊 ，OK， 除以成個貨幣供應之後，我哋會見到乜嘢啊？我哋講過啦，有個底。上翻個頂之後 ，OK， 然之後落翻20週移動平均線，然之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上升嘅長時間上升咧，都會掂一掂呢條嘅趨勢線，20週移動平均線趨勢線4次 ，OK， 有4個頂，第一個頂，第二個頂，第三個頂，第四個頂 ，OK， 呢個17-18年啦，然之後21年。我哋會見到油價長期向下之後完咗啦，第一個頂、第二個頂、第三個頂、第四個頂，當然中間會見到會穿一穿20週移動平均線啦 ，OK， 會有穿一穿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你最後如果你講緊以年計嘅 time frame，OK， 一個兩年期嘅 time frame 咧，你見到佢會有一個4輪嘅上升。係除以成個貨幣供應，咁然之後今次啦，又係穿咗長期嘅向下嘅 trend line 啦，趨勢線啦，咁然之後向上第一次翻轉頭，我哋測試20週移動平均線，我哋會唔會之後係第二次、第三次咁樣呢？呢個就係油價嘅可能走向啦，即係我哋係會咁樣睇啦。咁所以就我哋有呢3個原因嘅情況之下呢，我就會覺得油價似乎 OK 係喺以年計，即係我哋講1-2年啦嘅時間上邊呢，似乎係仍然係一個喺上升嘅走勢嚟嘅。咁我哋幾時會覺得油價唔會再上升呢？就係當我哋真正進入衰退嘅時候 ，OK， 真正進入衰退嘅時候。咩叫真正進入衰退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失業率上升 ，OK， 就業率不足，好多人咧要，即係尤其是美國嗰邊，好多人攞失業救濟金，我哋先會話呢一個係一個衰退 ，OK。但係我哋而家見唔見到咧？見唔到嘅 ，OK。我哋就業係好好嘅，即係唔係我哋香港啦，我哋講緊，我講美國啦，美國嘅就業依然非常之強勁啦 ，OK。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嘅人依然唔係好多嘅 ，OK， 亦依然係歷史嘅低位。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油價嗰個牛市會持續，即係我哋一齊去睇，即係呢個 oil 除以 M2 成個貨幣供應，將油價除以貨幣供應咧，其實你會見到一樣嘢嘅，嗰樣嘢係乜嘢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其實油價咁多年以嚟咧係跌嘅 ，OK， 即係當然。我哋跌嘅原因並唔係話油價，即係今日油價可能大家會見到80幾90幾蚊好貴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除翻成個貨幣供應咧，油價係平咗嘅。OK， 即係因為我哋當中有通脹噶嘛，有咁多年係咪？麥當勞都加過幾次價啦，但係油價其實長期除以貨幣供應係跌嘅。咁但係係咪就等於我哋喺美金計價嘅時候就唔會有一個牛市發生呢？就唔係。咁所以作為即係我自己啦，就會可能會做啲呢1-2年嘅 trading， 就係我哋會短期內即係會做一啲油價嘅 trade 啦，即係我哋會唔會長揸10年、揸20年，會唔會好似啲 VOO 啊、SPY 啊，即係標普500指數嗰啲指數長揸呢？我就唔會嘅。咁但係油價似乎呢1-2年都依然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成條影片嘅主題啦，即係油價嘅可能性啦。咁喺未得到見到成個市場真係喺一個嘅衰退之前，我哋依然咧對於油價咧係應該抱有一個牛市嘅心態嘅。咁
大概呢條片嘅內容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嘅 comment 啦，都可以喺我哋 Telegram 度留言啦，亦都可以喺我哋呢條影片 YouTube 下邊留言嘅。咁多謝大家收睇，拜拜。